刚才我们学习了3种比较重要的句型，下面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些句型在实际生活当中是怎样运用的。明白了，平常生活哪能用过的钱呢，都对不要这呗。他们都对不起他要的。我这点点钱的就是呗。这个穷，他们做了刚刚学我要的。我呢，我这的钱呢都对不要这呗。我的人都对不要的，因为啷个也不然要买大了。前面我们在学习课文和情景练习当中碰到了很多生词，下面我们来重点学习这些词汇。捐啊吧，第15。捐啊吧，第15。金猪药车，交通工具。金猪药车，交通工具。这蹦，这蹦寺。这蹦，这蹦寺。这区，牧区。这区，牧区。大学，骑马。大学，骑马。白霸，摩托车。白霸，摩托车。朗科东，开汽车。朗科东，开汽车。讲，学练习。讲，学练习。创设，农村。创设，农村。点价，安全。点价，安全。钢科自行车。钢科自行车。纳取，纳取。纳取，纳取。洛卡，山南。洛卡，山南。昌都，昌都。昌都，昌都。宁气，灵芝。宁气，灵芝。骨骼，骨骼。骨骼，骨骼。康迪斯，冈迪斯山。康迪斯，冈迪斯山。朗科琼瓦，小汽车。朗科琼瓦，小汽车。朗科汽车，大卡车。朗科汽车，大卡车。朗科警戒，面包车。朗科警戒，面包车。着地步，好走，行走方便。着地步，好走，行走方便。熊南公路。熊南公路。我里，阿里。我里，阿里。雨过了，着旅行。雨过了，着旅行。的地步，方便。的地步，方便。前面我们学习了有关于交通工具这一课的常用的句式、句型、词汇，我们还进行了情景练习。那么，您能不能用藏语跟藏族朋友聊聊交通呢？好，今天我们的课就上到这儿，学得在哦。让我们下堂课见。